皮膚包含成纖維細胞 （fibroblast）， 一旦皮膚受傷，成纖維細胞會分泌膠原蛋白 （collagen） 修補傷口。在此種牛痘時，護士用一小刀片割開皮膚，之後皮膚多了一個疤 （scar）， 可是若割得太深，刺激了皮膚深層的成纖維細胞，引發的疤會生長，又叫惡性疤 （keloid）， 俗稱肉芽。例子是穿耳窿會引出肉芽，醫生不敢割去肉芽，因為越割越長大，這便十分苦磨。任何事情都不做，肉芽會慢慢蔓延，若把肉芽割去，會引出更大的肉芽。信不信由你。非洲一些部落，土人會故意用針在背上挑出一排一排的小肉芽，像紋身，立體式的紋身。有一種叫雷公根 （Gotu-kola） 的斯里蘭卡蔬菜，當地人會煮成一個叫摩倫的配菜，含雷公根、磨碎的椰肉、切細的青辣椒。一早，南京中國藥理大學學者發現雷公根能透過激活 PPAR gamma。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過氧化物酶體增殖劑活化受體 gamma， 而抑制人的惡性疤成纖維細胞，無法製造膠原蛋白。不過，除了雷公根，煙酸 nicotinic acid 或聚氯煙酸 inositohexanicotinate 會引出 PGD2 而 prostaglandin D2， 後者會被分解為 15-DPGJ2， 這個 15-DPGJ2 會刺激巨細細胞的 PPAR gamma， 停止惡性疤增生。